主后2024年8月18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以色列的囝有路边、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迦得、阿舍。犹大的囝有念、俄兰、示拉，这三个是迦南的女子巴苏亚生的。犹大的大囝念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上主就予伊死。犹大的新妇他玛甲伊生法律师甲舍拉，这5个是犹大的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已经读完列王记上下卷，换进入历代志。历代志虽然也分做上下卷，毋过伫希伯来文的圣经，实际上也是一本称做编年史。历代志的作者伫犹太传统讲是祭司以斯拉，这甲以斯拉记的作者是同一个。毋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有可能是伫圣殿负责音乐侍奉的利未人予的，因为作者对利未人的谱系甲利未人伫圣殿内外所负责的职务，尤其是伫音乐方面技术真济，所以就做安尼的推测。历代志上早的读者是以色列南北国灭亡了后，遐个流亡伫异乡陆陆续续转来到迦南地故乡受掠的人的后代，为着鼓舞激发因的信心所编写关系因的民族甲信仰的根源发展的故事，互因对家己会当有自信，搁过着信靠上帝、遵趁律法的新生活。历代志虽然也是记载历史，毋过伊所记的并毋是完整的历史，是刻意编排过的资料，有删减掉，也有新补充的。所以当咱在读历代志，有时咱也爱参照其他旧约的册卷做资料的对照。当然，咱爱了解历代志的经文，无完全是为着要记载历史，是通过所记的内容，互因互相怎样恢复甲建立一个掠上帝做中心的社会生活，无过中套祖先所犯错误的复贴。咱伫今仔日要读历代志上卷第1章到第2章，大圣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历代志上卷第1章的第1节到26节，遮记载对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族谱。历代志第1章到第9章全部拢是咧记家谱，大部分是记父系的家谱，真少数也有记母系的名。每一代的家族除了特殊的情况下，也只有干那登录大囝名下的族谱。对咱来讲，咱干那要读遮个人名，可能着读甲嘴仔硬硬，搁戆神，会感觉讲读遮个哪像诚无聊，想要甲遮个经文甲人过去。总是
家谱对以色列人有多方面重要的意义，这关系到因的出身、认同、职务、财产继承、人际关系的定位等等的功能。咱伫以后读到以斯拉甲尼希米记，会阁拄着，找袂着祖谱证明的犹太人因伫受领回归以后，因的身份的认定证明，因为摕袂出来，所以介麻烦是一个大问题。历代志第1章先讲到亚当是人类共同的祖先，跳过亚当所生的大囝该隐甲第2囝亚伯，直来讲第3囝赛德，然后讲以那述。伫遮现代台语圣经甲别几个是根据原文直译，若是中文译本甲写较清楚，搁加生亚当生赛德，赛德生以诺士，记到那阿的时，搁讲那阿生闪、含、雅弗3个囝。那阿是世界做大水了后人类的共同祖先，伊的子孙也是世间所有民族的起源。含的子孙分布伫非洲的东北甲亚洲的西南，雅弗的子孙分布伫巴勒斯坦的西部甲北部，若是闪族，大部分是住伫波斯湾两河流域。然后对闪的后代出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第2小段是第1章27节到37节，咧记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当分做3大系统。第1个系统是伊的大母撒拉的后裔，主要是讲到着以撒的部分。第2个系统是对伊的细姨夏甲所生的囝以实玛利出的后裔。第3个系统是伫撒拉死了后，亚伯拉罕搁另外娶的细姨基大拉所生的后裔。第3小段是记西尼的后代，第1章38节到42节。西尼的后代是属伫西尼的原住民，因住伫西尼山的地区。这咱通参考创世纪36章20节到30节。西尼是属伫何利人，后来去互以扫的子孙消灭甲同化。以扫的子孙甲西尼改做以东，以东咱知影就是以扫的片名。第4小段咧讲到着住伫即个以东的诸王，第1章43节到53节。以东人也就是以扫的后代，因也生摊真济，也非常的强盛，所以因真早就发展出王国的制度，也有世代相传的国王。咱通参考创世纪36章31节到43节。第5小段是讲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以及
雅各的囝犹大的后裔。第2章1节到8节。雅各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孙，也叫做以色列，是以色列12支族的老爸。犹大是以色列12个囝中间的一个。犹大原本生3个囝，大囝甲第2囝做歹，互上帝杀死。后来犹大甲伊的新妇他玛生2个囝，法律斯甲舍拉。这个故事，咱通伫创世纪看到，伫遮就无搁再重复搁讲。第6小段是咧记兰的后代，第2章9节到17节，其实也是咧讲大卫的家谱。大卫是犹大的囝法律斯的子孙。撒母耳记上卷10章第10节到11节，讲大卫有8个兄弟，但是讲伊是上细汉，排第8。毋过咱若看即个历代志上卷第2章15节到20节，讲大卫有7个兄弟，伊排第7。另外还有2个小妹。伫遮也记大卫的姊妹的囝的名。第7小段是第2章的18节到24节，咧讲希斯伦的后代。希斯伦是法律斯的囝，是犹大的孙。原本希斯伦生3个囝，有耶拉灭、兰甲加勒。兰是大卫的祖先。加勒的子孙中间有一个叫做比撒列，伊是去做摩西伫旷野时代会幕的总工程师。希斯伦后来阁有娶某生一个囝叫做西甲，另外一个某阿比雅，甲伊生阿西户。第8小段是第2章25节到41节，咧讲亚述灭的后代。亚述灭是希斯伦的大囝。这段是记亚述灭的子孙。第9小段是第2章42节到55节，咧讲加勒的后代。加勒是希斯伦的第3个囝，耶拉灭甲兰的小弟。这段是记加勒的子孙，因袂少是各地的城的开拓者。咱伫历代志上卷第1章到第2章，伫读遮的家谱中间，咱有看到甚物诚侪假释咧。第一项讲到着讲重视家谱，溯源敬祖。旧约圣经有几若个所在记载以色列人因的家谱，连新约圣经福音书也有2段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以色列人的家谱等于是户口名簿甲身份证，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属伫倒一个支族、倒一个家族、倒一个家庭，是甚物人的子孙，甚物人的老爸老母，甚物人的兄弟姊妹，对这一清二楚。有的家族甲支族有迄个特定的身份甲固定的职务，亲像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神职做神职人员的支族，佮对
利未人的阿伦家族世袭担任祭司的职责。若是犹大支族的大毕家族就出王室。家谱提供人的出身、身份证明。家谱也标示亲属远近亲属关系，亲像所有的人类拢是亚当的子孙，也是挪亚的子孙。佮对以色列人来讲，偏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的子孙，也有看因是属伫倒一房生的。若是雅各的子孙，也是爱看伊是倒一个支族，甲属倒一个家族的子孙。对这就通判断亲疏远近亲属的关系。家谱也决定财产的继承甲分配权利。家谱也是一个人身份的认同重要的记号。保罗伊捌安尼介绍家己讲：我是犹太人，伫基利家的大数出世，住伫老撒冷大汉，做加玛列的学生。使徒行传23章22章第3节。保罗也捌讲伊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囝。伊也讲伊出世就是一个罗马公民。犹太人的家谱真容易查证，因为拢是真的。毋过咱台湾人的家谱也是族谱，亲像中国人因讲的，族谱若会靠直，猪母就会上树。大部分也拢是假的。对咱来讲，比较较可靠的即个族谱的资料，会当对户政事务所来查询，会着顶面有几代祖先的资料，也是有材料来佐证的族谱中其中几代人的资料，搁较起哩实在是袂靠直。台湾人受中国文化甲政治的洗脑，所以也掠做祖先若是对中国出来，自然就是中国人。这是一种洗脑污染。伫这所在也无时间来继续讲这个主题，因为这真复杂，搁真啰嗦，毋是三言两语会当讲清楚。咱有真侪的祖先，甲真侪祖先的来源。重视家谱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咱清楚讲到底，咱有捌偌济的祖先，纪念因来溯源敬祖。亲像印度的社会，咱知影讲因有一种叫做种姓制度的社会阶级。知影家己的家谱，并毋是讲着爱继续活踮伫即种的种姓阶级。伫新的时代，人类的人权，人人平等，颠倒着爱努力来废除古早即种的陋习。伫这个所在也咧提醒咱爱敬畏上主，学好拄歹。圣经的宝贵就是讲，人人拢是罪人，连祖先、连君王也无例外。总是伫台湾的文化，特别是对死者的即个吊唁，差不多拢是允和用善，高讲上德。敢若会讲即个人有偌好，拄偌好，袂去讲着伊的歹甲歹。歹人也互人形容甲袂输是圣人。若是圣经所记，有好人也有歹人，有好人变歹人，也是歹人变好人，等等一类。圣经中的家谱所记，
祖先有好也有歹，君王有好也有歹，先知有真诶先知，也有假诶先知。记者会除了表明人诶有限甲软弱，人人拢是罪人，也说明人人拢需要信靠上帝，寻求上帝，敬畏上帝，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诚做新创造诶人。我靠圣神得到新生命，来结出圣神诶果子，就会当除去一切会歹，学习基督，学习天父，活出圣洁诶新生活。第三，祭团家谱讲述主恩。家谱有时并毋是干若记简单诶名、生日甲死日等遮个基本诶资料，应该搁较好是甲内中所在诶人物，将因诶一生诶事迹、行做等等，搁较完整诶资料写记落来。亲像咱要查网络诶资料，拢有迄个关键诶字，会当做进一步资料诶连结甲查询，就会当搁较详细知影一个主题，也是一个人搁较侪诶信息。以色列人因透过家谱认捌过去诶祖先、家族甲民族诶历史，也透过认捌过去诶历史，明白上帝引带带领甲作为，知晓家己诶身份甲职任以及人生诶使命。有人讲写字比举低头搁较重，也搁较忝。其实有影也无影。写字写文章，亲像做事人举低头，缀骨头也是摊草，哪骨就会哪熟手。我伫教会会周报写千外篇诶小文章，也是透过训练变成做熟练，无撇步，只要写就对。趁要活地，头壳清楚，会当写，也会当记，检查就爱紧写起来。若袂晓写，也通用讲、用录音，也是录影诶方式来做记录。也是有人会当搁甲整理出来，这也是一个方式。当然，伫咧讲家己也是祖先，也是家庭诶流传诶故事，也是透过这咧思想甲传述上帝恩典，以及基督诶救恩怎样临到伫咱诶活活见证。咱读圣经诶家谱，若亲像看了诚无滋味，嘛读了诚无趣味。毋过，当咱发掘伊诶价值甲意义，咱就会发现上帝透过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民族伫逐世代诶连结，拢有上帝伊美好诶心意要成就。咱做伙来祈祷。主爱诶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你创造人，也互人伫即个地面上会当生存一代过一代。阮嘛献上感谢，传到伫阮有相当侪诶祖先是阮毋捌，也无清楚，阮干那会当了解记几代诶遮个祖先诶名，甲因济少诶代志。毋过主你也互阮若会当甲遮个人诶名因诶事迹济少少知影写落来，这也会当诚做阮甲阮诶子孙真好家团诶即个财宝
愿意也互阮透过伫今仔日阮所听读诶圣经，知影遮个有形无形诶资产，互阮会当重视即个祖先透过安尼来知影上帝你伫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甲每一个家庭家族所要成就迄个美好诶旨意，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